最新官话谈论篇，张廷彦、李俊章合著，日本东京文球堂1921年发行。立言：此书体裁程度均仿原有之谈论新编而作，为篇幅略短，然足付1小时之课，以其适用。教科内容多系时事，既分8门，如左：语言、政事、地理、风俗、工业、商务、文学、艺术。第1章至第5章，语言。今天我们谈一谈国语问题，您想好不好？好啊。请问您，贵国地方这样大，人口这样多，各处有各处的方言，应当用哪种语言做国语的标准呢？您问国语的标准语吗？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有4个先决问题。第一是先得审定这种语言有做标准的资格没有。第二是官话通行的区域甚广，现用的官话是否早已统一，各处有分别没有。第三是定出标准之后，倘有不遵行的，受裁制不受，还是任人自由不加约束。第4是选择一种语言做标准，是否是一部分人汉短小时日所能成功的。这4个问题不能解决，标准语就无从规定。您的意思是先不必定标准语吗？我想，如果有可以做标准语的，自然是定规的好。若没有大众承认做标准的语言，那就先不必定，即便定了也是无用。若按这样说，这国语问题岂不和那航海的船没有罗针盘一样了吗？不然，初看好像是没有方针、没有目的，将来没结果似的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。是怎么样呢？我可以告诉您一个凭据：自从国语问题发生以来，已成大问题，不到2、3年的功夫，凡有价值的新闻杂志全都改用普通的语言了。杜威的政治哲学，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，梦与事实，工作与报酬，哲学里的科学法，这几种新书全都是用语言译出来的，不是文言的。我以为这就是研究国语的最好的砧盘啊。如是说来，您是赞成这种语言做国语了？不，这种语言不过是国语的一种模型，还没完成啊。可是已经得到大多数的赞成了。请问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成呢？我以为到了提笔时人人这样写，开口时人人这样说，写出来的人人看得懂，说出来的人人听得明白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国语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。您信有到此地步的时期吗？我信一定有这么一天，可是这其中要经过多少研究、多少辩论、多少改革，才能达到这地步呢？您能举出1、2个例证明吗？可以，比如句逗的符号，现在所有的新闻杂志、小学校教科书都通用了。现今普通的一篇文章里，至少也有1、2个刮胡。我想，若是由教育部颁布这句逗符号命令，绝没有这样的快，并且也许因为这种符号生出许多不要紧的问题来，这是一个例证。还有他字，有主张用指女子时把人旁改写女旁他字的，有主张用一字的。现在译英文中的 she 用女旁他字已居多数，这也是一个例证。没人反对吗？有不主张用这个字的有3个理由。第一，这类字用在文中反而使人费解，是违背了普通的原则。第二，人旁他、女旁他2字发音一样，说话时仍然是不能分别是男是女。第三，订立这种区别是偏于模仿英文，反将中国文言简单的好处埋没了。按您的意思说，是改好是不改好？在我说，主张的也有理，反对的也有理。比如说，他不应他的要求，他生了气便要打他。您说这是2个男人，是2个女人，还是一男一女呢？这是分不清的。若改用女旁他字，句法明了，省得思索，是改写好。她出嫁不到1年就生了孩子了，这人旁他字明明的是女性，谁都晓得。若改写女旁他字，那真是画蛇添足了。不错。听说京音和国音有好些个不同的字，当初是怎么定的？现在有人为这事很是争执。前天的报上有一段演说，就是论京音和国音不同的缘故。您说给我听听吧。可以。我此次由杭州回到上海，有一位同乡的朋友恰好从日本回来，见了面，他劈头一句话是责问我说：“你们教育部为什么这样糊涂？”我问是什么事，
他说：“你们定的国音字典里的字，通国没有一个人能读得出来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你读不出来，找一个北京人就读得出来。”他说：“我是主张用京音做国音的标准，与京音不合，所以应该反对。”我问他哪些不合，他说：“注音字母我不认得，北京音也读不出，可是赞成用京音做标准。”我说：“北京音是否应做标准是另一问题，但是你既知道自己说的话不是京音，何以知道那字典不对呢？我老实对你说吧，国音就是京音，不过有40%-50%不同的。”他不信，恰好有一位朋友在做，我拿那字典给他看，可是他不认得注音字母，还是无法说明。我想到有新制出来的国音基片，便约了他们同到中华书局听了一片绘画。那位北京朋友问我说：“这是国音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并且是我审定的。王先生的话是完全照国音字典上的音说的。”他说：“国音就是京音，不过有几个字是照着北京读书的字音，他说的我字和我说的差一点，大约这就京音和国音不同的地方吧。”我便问我那位同乡：“你听着觉得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有一个字不对也不行。”一笑而散了。我前天买了一部新出的国音字典，见所定的发音很有与京音不同的，请问是以何处的发音为标准呢？他们说京音是很小的部分，不便做标准，非用大多数通用的不可。这样说，这上的发音是各处通行的了。是的，这种是黄河流域大多数的发音，虽与京音不同，可是所差无多。若请北京教员教这种发音，除去几个不同的，都是一样。因为京音不完全，而且有满蒙的发音掺杂在内，所以不能做国音的标准。据我的意思说，发音就竟是用建都的地方为正。这问题他们也讨论过，河南、陕西、江宁都建过都，并且也是文化交通的地方，应取何处为准呢？我想河南中州音汉洪武正月也很有势力，颇有做标准的资格。他们说那是在原先，不是现在。若用古音，只有几位研究古音的学者发得出，此外士农工商都是不对的，哪里能使人人从心学发音呢？黄河流域界限太宽，发音全是相同的吗？黄河从青海发源，经过的区域是甘肃、陕西、山西、山东，直隶河南、河套、蒙古等处。青海是说吐蕃话，河套是说蒙古话，不但各省发音不同，就是本省也不能完全一样。那么这部国音字典说京音不是京音，说古音不是古音，只取黄河流域，将长江流域也置之不管了。您这话说的极是。您要知道，当初国音统一会规定注音字母时，费了多少番的争论，结局是舍小一取大同，彼此迁就，仅定出6500多字。若没有互让的精神，连这一点成绩也不可得见的呀。您既以这部字典告成为成绩，到底是有何用处？一则将来渴望各处的发音趋于一致；二则各地失学的很多，借着注音字母可以看书阅报，并且若拿京音字会汉这个字典细查起来，不同的不过6-7%，并且那不同的字大概是土音。例如绿色录读绿，落下来落读烙，那是不足为训的，其余没什么不同的。我当初很不以这本字典为然，听您这一番评论，才知其作用。现在虽有人反对，将来必可得多数人赞成的。其实中国的语言最复杂的就是土语，若论现在通行的白话、文化、通俗的讲演、小说以及各省人士交接所用的普通话，仔细考察起来并没有大不同的地方。若固执本地方的土语，那就不同了。我说一个笑话吧，比如老鼠和耗子这两个名词，就本质看没什么优劣可分。从标准上说，当然用老鼠。若北京用老鼠，南京用耗子做标准，10年之后教育普及，耗子这个名词渐渐的少了。假令有一个南京人到了北京，用耗子问人家里有没有，也许有人瞠目结舌，不知所问是何事。若是知道这个名词的人，必要回答他说：我们北京没有耗子了，所有的耗子都跑到你们南京去了。您这个比喻实在是有趣，并且由这里可以悟到语言是随时改变的，所以语学教科书也是日新月异、层出不穷的，不像原先一本书能用10-20年不换的了。现在若还是那样，恐怕说出来的话真要应了您方才所说的笑话了吧。我这不过是随口妄谈，没想到蒙您许可，谢谢。